讲到嘉义的义德是嘉义县生产渔业上界大的生产地区，元旦迄阵寒流已经造成一寡损害，这次又有另外一波寒流伫要来，当地渔民也烦恼讲受伤的鱼仔也未复原，今嘛个寒流伫要来，恐怕造成另外一波损失。温度较高的地下水放了，窟仔内底惊寒鱼仔连绵挖过来。渔民讲这是窟仔下底的地下水，要让窟仔的水温降上紧。那因为水伫个土地内底吼，伊温度是较悬的，所以咱利用这个浅层地下水的部分，甲抽起来做注入在我们原本的渔温里面，那可以在这一个咱寒流的里面，会当维持那个水温不至于下降得太快。勇士渔民讲，下车寒流，嘉义县有一寡鱼仔去互伤着，目前也未恢复。第二波更较寒冷的寒流阁要来啊，可能会造成更较大的损失。毋但勇士渔业受影响，伫布袋当中的蚵仔浪，嘛因为东北季风带来海涌，嘛赶紧来采收蚵仔。袂好，你嘛是爱采收啊，无你袂好，吼，你即马来降下雨，拢无以后啊，采收上起码准计数好，对无？采收嘛当轻寡分啊。斤高斤，上济报11斤，有够歹啦！我著讲当济心脏咧死呢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国内消费需求减少，政府为着避免鱼仔大出影响计数。去年就开放予渔民来所用，目前全国5800公顷的养殖面积，有1600公顷申请所用。渔民表示，政府虽然拢有呼吁爱注意御寒，但是雪落的天气，若是予窟仔内底鱼仔袂较热，今年顶半年鱼仔的收成可能就会受到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